好多小朋友喎。尊敬嘅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嚟自全省各地嘅醒獅建議以及現場嘅咁多位市民朋友，大家上午好！春風浩蕩，萬物勃發，喺充滿活力同激情嘅五一勞動節假期，我哋齊聚喺武術傳奇嘅故里李小龍樂園，共同迎嚟廣東省醒獅超級聯賽佛山順德站嘅盛大開幕。我係主持人大洋，好榮幸同大家共襄盛舉。醒獅係嶺南之魂，係吉祥同勇氣嘅象徵。佛山順德作為醒獅文化嘅重要發源地同傳承地之一，素有龍獅之鄉嘅美譽。在此，我哋謹向長期以嚟關心支持廣東醒獅、大力支持本次賽事舉辦嘅各級主管部門、各位領導，致以最衷心、最誠摯嘅感謝。感謝上級部門佢哋嘅指導同埋全力保障，為本次聯賽順利舉辦築牢根基、保駕護航，讓傳統嘅醒獅技藝文化得以更好嘅傳承發揚。今日我哋相聚喺呢度，唔單止為咗競技，更係為咗傳承千年嘅醒獅技藝，凝聚住敢為人先、奮發有為嘅精神力量。本次聯賽匯聚咗嚟自廣州、佛山、深圳、肇慶、江門、中山等地18支醒獅隊伍共逐榮耀。佢哋分別將會喺男獅高裝自選套路以及傳統男獅規定主題自選套路兩個組別當中一較高下。讓我哋準備好滿滿嘅熱情，為所有嘅參賽隊伍加油鼓勁。而今日我哋都非常之榮幸邀請到各位領導嘉賓喺百忙之中嚟到我哋嘅現場。下面我哋共同有請裁判員代表陳建斌上台宣誓，有請。我代表全體裁判員莊嚴宣誓，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嚴格執行競賽規程、競賽規則，看守本質，團結協作，秉公執法，做到嚴肅、公正、認真、準確，竭盡全力履行我們的義務。宣誓人陳建斌，2026年5月2號。接下落嚟，我哋將迎嚟備受矚目嘅醒獅點睛儀式，以傳統之禮，用智慧之筆為龍獅點睛開光。點睛係醒獅文化當中極為神聖嘅環節，象徵住喚醒獅魂，賦予獅子生命同埋靈氣。所以呢個時候，準備好我哋嘅熱情同埋掌聲，共同有請我哋各位主禮嘉賓嚟到我哋舞台前方，我哋醒獅嘅前邊進行我哋嘅點睛環節，共同有請黃長遠部長，有請；繼續有請黃欽添會長、吳永科常委、曾熱副主席，有冇嗰啲相機卡？劉景瑜委員，有冇儲存卡啊？陳耀峰主任，呢啲冇用。你唔做緊做咩先？你講曾富添副總經理，唔要啊！黃志華副會長，伍謀副會長，孫培強副會長，黃國生副會長，黃俊副會長，張志華副會長，林永成副會長，鄧志英副會長，黃永華監事長，鄧偉傑會長。歡迎我哋各位主禮嘉賓稍移玉步嚟到舞台前方嘅位置，同時亦都恭請我哋嚟到現場嘅咁多位市民朋友啦，一齊見證呢個歷史性嘅一刻。與此同時，我哋嘅各位主禮嘉賓咧，亦都係準備就緒嘅同時，亦都係掌聲歡迎
黎念中秘書長為我哋主持點睛儀式，有請。請各位領導嘉賓點點啲朱砂之後，請提筆。一點天庭，高照吉色。靚仔，你真係。二點眼睛，一路光明。三點鐵鋼，威震山岳。四點耳輪，八面靈通。五點口利，聲傳萬里。六點鼻哥，氣壯山河。吉點手腳，隨意飛揚。八點頭尾，廣東省城市超級聯賽由頭順到尾。禮成響鼓，請各位領導嘉賓留步。請各位領導嘉賓接財接福，身體健康，一場。好，請整啲啊，過嚟領導嘉賓嘅後面一齊留念。再次有呢個領導嘉賓啦，歡迎我哋嘅觀眾朋友，係亦都請我哋嘅整支隊伍啦，可以華麗轉身嚟到我哋各位領導嘉賓嘅身後邊，一齊記錄住每一個美好嘅時刻，有請。豎起大拇指為我哋本次嘅聯賽一齊點讚，3、2、1。好多謝晒，好有請我哋嘅各位領導嘉賓可以先到後台稍作休息。佛山順德站現在正式開始，首先有請裁判員進場。